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呗。什么意思啊？没话说，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哪有啊？我这是放空一下。哎，我来。你下午不是还要去开会吗？资料都看得怎么样了？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天！对不起！我自己来。哎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下午没办法见人了吧？要不这样，我陪你回家换一件新的衬衫。没事，休息室我有备用衬衫，换一件就行。真的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万总还在中正监护室，有人就已经为自己谋后路了。放心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？蛇是冷血的，你对它再好也捂不热它，说不定它会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反咬你一口，把你推进谷底。你说什么呢？人不就跟孙俪见一面吗？你至于吗？见一面有必要那么亲热吗？他们熟得很，说不定通风报信的就是他。上次你还说是我呢，差不多得了。你明明自己也看见了，他们这么熟，我没有冤枉他。这么说，你真的跟他们是一伙的？哎，你要是敢说我就告你诽谤了啊！没关系，坐这儿。丽丽，有人动过我电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注意。大概老天都看不惯你这种人，担心你迫不及待地把家底交给孙李，有心惩罚你呀。所以说啊，做人呢还是要积点德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下午开会资料全在里边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我这也没有备份呢，现在做来不及了。没事，我笔记本电脑里有，回去取到。对，还是得回家取。哎，我跟你一起了，这样咱俩从家直接出发比较快。予以上钩。进来啊！啊，我先脱个鞋，鞋不太好脱。没事，我们家不用脱鞋。哎，那不行，从小我妈就告诉我，这个教养是要有的，去人家得脱。你到底要拖多久啊？来了。